然后跑某个去过了枪马上呢这个秦了马特说的就是这个多啊，是说啊，那俺查查呢，真正这个简单的，30岁的两个人在那老年工，那就俺就是新的了的，你真正这个枪然后呢嘛，我不入住这些个台湾人，我不入住地主因什么参与不种种的，人家我不入住个上面过下药嘛的。因为真正这个送下的送的老中些，对两年间，我不如送下的送的老中些，哎，你两年前的，请了我到第一步多，是吧？是这个因的，听上去假如是个强化让我就是现在老马的全效果马的，你老晓得，什么年不起，是吧？哎，如果怕这样子。俺是可说的，人民话老是在那，但强化让我说，哎，你送养我们送是的，你检查下是没了啊，是说，看到俺老晓得的，但是，可说，特别是老是需要的，因为看到上那前面能就这些的，这个的，少些年，是说。第一天是米子里啊，谈了地平里，我也常往下来，下看这个嘛的，那么500就下来给晓得。